文山苗族街探店之闽诺民族风。当苗绣遇上旗袍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2021年，丝路云商七彩云南的昆明时装周上，一组苗绣旗袍惊艳了全场。苗绣是藏在苗族服饰里的无字史书，热烈张扬，古朴神秘。旗袍是东方女性的经典代表服饰之一，含蓄温婉，内敛庄重。当这两种服饰碰撞到了一起，迸发出了无限的张力，灵动地衬托出了新时代女性的热情、典雅、大气。这系列苗绣旗袍出自云南昭通的苗族设计师王敏。出生于大山的他说自己原本跟时尚不沾边，山里贫苦，家中兄弟姐妹又多，唯一知道的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第一次高考失利，他也坚持通过复读考上了大学。由于大学学的软件设计，平时灰头土脸的，那时候别人都爱叫他土老奶。他做过老师、销售、HR， 也经历过被合伙人卷款80多万走人的创业失败。结婚生孩子后，他也没有放弃自我，而是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，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，并一步步努力考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、人力资源管理师、IPA 国际高级礼仪培训师等。虽然在外打拼的事业一直开花，但亲人的意外离世也促使他回归了家乡，陪伴父母和家人。回来后，他结合专业特长和民族文化，设计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礼仪课堂。你经常能看见他身穿自己设计的民族服饰，自信地走上讲台，一颦一笑，一仪一态，尽显自信的民族风范。当他的民族礼仪课堂走向更大的舞台后，他这种独具特色的苗绣礼服也备受好评与喜欢。想到民族服饰也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，归乡后他便慢慢成立了自己的服饰品牌尚敏诺，将款式不断优化改进，吸纳兼具东方古韵的旗袍元素，设计出了这种苗绣旗袍，并登上了昆明时装周的舞台。今天这种苗绣旗袍已经成为了他的专利设计，而他也在积极地探寻传统苗绣更多维的新生。抱枕、手提包、首饰，每一件作品都在用苗绣开出新的花朵。而他这朵苗山里走出的玫瑰，早已褪去了土气的标签，用民族引领了新的潮流。有人说时尚就是经典的轮回，我想那更是百转千回后的破茧重生。